如果大家嘅置業預算呢係大概400萬鬆啲，想揾400幾尺超實用嘅兩房，又想有寧靜嘅空間，中低密度屋苑式，要有健身室啦、游泳池啦、卡拉 OK、燒烤場、活動室、琴室等等，步行出入去元朗市中心呢，大概係10分鐘，有千色店同埋街市。如果你唔想行嘅話呢，仲有穿梭巴士，可以來往富達廣場迎點同埋市中心。蝶翠峰會係一個唔錯嘅選擇。蝶翠峰屬於中低密度住宅，第1期至第4期共有16座，合共提供超過1674個單位，分別於2001年至2002年期間入伙，實用面積由419尺去815尺不等，分為2房至3房間隔，以3房供應較多，選擇眾多。屋苑坐擁得天獨厚嘅城鄉風貌，屋苑嘅南面係連綿清幽嘅18鄉同埋大棠山景，而北面就係開揚嘅元朗市景。屋苑亦自設專車往返元朗市中心同元朗西鐵站，出面嘅大棠路同18鄉路亦有巴士路線、小巴路線往返港九新界，出入十分之方便。蝶翠峰屬於74小學校網，區內擁有多間人氣小學，深受家庭客歡迎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新年，今日咧會嚟到蝶翠峰同大家睇下2房嘅新房盤。咁呢個房盤咧，業主叫價就428萬，但係咧佢個實用面積咧係去到461尺嘅，2房間隔，而且係冇露台嘅。咁講呢個單位咧，咁佢就長方形嘅客廳開式嚟嘅。咁呢個長度咧就大概5.8米，即係由入門口呢埲牆嘅位置去到電視機呢幅牆嘅位置就大概5.8米。咁而呢個闊度大概係3.8米，係啦。你見到呢度可以整一個吧台嘅空間啦，或者做一個書台嘅空間，可以喺度打字、做嘢、睇電視。廚房大約60尺 L 型嘅工作台面，原業主保留返原有嘅間隔。客飯廳係擁有一個南北對流嘅通風窗。第1間睡房大約係70尺，咁原業主係將佢改為一個衣帽間同埋書房嘅空間。主人房大約90尺，業主整咗地台床及大衣櫃，亦設有 L 型嘅採光窗，可以增加光線入屋。主人房景觀遠望大棠路一帶及山景。如果你對單位有興趣，歡迎你聯絡我，多謝。